心创意，献上阮上好的娱乐到伫你面前，本由你接纳。今仔日就是大众包括主日的奉献主日，阮感谢你会当差派刘牧师来到阮中间，主本由你借着伊的嘴会当来帮助阮，透过你用伊的话亲自成做阮的鼓励。主本由你也保守今仔日服侍的同工，无论是书会的总会长老，还是主题交代音控书的同工，本由你拢保守，互阮会当同心合意，才来服侍你。本由主伫阮的中间来聆听，你的心伫阮中间亲自做工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。本由你保守阮的日子内，无论伫教会伫厝里的礼拜，拢会当诚做你所欢喜的。祝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对呀。
红领底仔伫座位头前，请准备好个，请安静，同心内敬拜上帝，奏乐。恁着感谢上主，又叫伊的名，伫万百姓中间报用伊的所做，着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。三角来吟诗，学乐上帝，圣诗第18首。
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囝，咱的主，以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彼拉多院内受苦，定是个死里埋葬的灵魂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感谢全能的父上帝后面，伫个位遐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信神，我是信，公共教会，信我相通，这下面有给我另外阿门。感谢。大家用启文14篇来应答上帝话。启文是圣诗后面1023页。启文14篇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快乐。虽然地大变动，海水也应大花好。咱拢聆听，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城欢喜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会摇动。日班花好，日国动摇。万军的统帅，上主甲咱同在。来看上主所做。伊按钱经张长秋放火烧正车，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统帅，上主甲咱同在。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疼人的上帝，我要同声感谢阿罗你，你是创造天地万民的主宰，世界的源头，也是阮生命的瓦靠。感谢你使阮天地、日头、雨水，甲清水照顾美丽乡土的世界，互阮免挂入地面的欠缺。主你使阮的世界本是好的，阮本来好好看顾。但是阮人类却辜负你的旨意，因为私心、贪恋、骄傲、无知，毁坏了这美丽的世界。过度的开发、过量的生产，互世界失去了平衡。空气、水源的污染，冷热极端的气候，互这个世界愈来愈适合人的徛起。大水灾、大灾难、超级的台风。互这个世界忽然间来一个大的变化，有一个被称作武汉肺炎的病毒出现了伫咱的中间，侪人性命就安尼消失了。金钱、款式、名望拢无重要，保命才是要紧。阮开始关心厝边，因为因的健康关系着阮的安全。我毋知。这是主的旨意，也是人无知造成的。但是阮知，这病互人发烧，亲像地球日烧；这病互人呼吸困难，像是污染的空气，让人艰苦。这病互人衰弱，亲像地球一日一日的衰弱。主啊，你互阮知，阮离你太远了。求你搁一遍赦免阮的罪，接纳阮。用心做你的儿女，然后这个疫情紧紧过去，求主怜悯阮。今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第10日，伫疫情流行的期间，有侪会友我度甲阮做伙敬拜，互阮更加能体会大众传播的重要性。求主继续带领这个跑前的道路，向
望兄姐关心因的需要。尤其今仔日因牧师的讲道由圣神降临，就照着讲道内容讲出你爱阮知的旨意。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你是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讲。咱做伙来恭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1章6到8节，伫台语汉语论圣经134页。新约使徒行传1章6到8节。安尼因自责的时，问伊讲：主啊，你伫即时要将国互倒互以色列嘛？伊就甲因讲，地所摕伫伊家己翻来是家己，毋是恁所通知。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到灾连。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，伫撒玛利亚，伫到地极，要做我的干净。请陈德林牧师讲道题目是见证的3种含义。有人兄弟平安。
今仔日是大众传播主日，我受派到伫咱上山教会，用见证的3种含义，甲大家参加思想上帝的话。那今日咱所读这段圣经，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60到第8节，我要搁一摆用现代台语译本头到尾来读一摆。现代台语译本安尼翻译：使徒甲耶稣自接的时，问伊讲：主啊，你要伫即个时将主权恢复予以色列是无？伊甲伊讲：百姓家己的权柄、决定的时间甲机会，毋是恁通知的。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会得到能力，要伫耶路撒冷、全犹太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天边海角，为我做见证。咱若头拄真细细听，咱发觉即中间词有较短，毋然呢有一个词是今仔日咱要讲到的主要的概念，就是见证这个词。现代台语译本翻做见证，毋过咱头所读的巴克利译本是翻做干证。这个干证这个词伫长老教会留了不止久，甚至伫咱的圣诗内面。今仔日我要就专心伫见证还是干证这个词，到底伊所内面的意思，所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精神到底是啥物？伫这个所在，甲咱大家来思想。但先我讲干证这个词，这伫台湾教会是足久的久。毋过我要讲这个词伫闽南话内面是比台湾教会搁较久。这个词是一个足古早的闽南语，毋然呢，伊是一个法律的用语，就是讲老人互人叫去甲管老爷遐，叫伊来做证。假使即个互叫伊做证的人，伊感觉这样代志是我亲眼所看到，我亲身所体会，我亲耳孔所听的，我会当为这样代志做证。安尼即个意思叫做我为这做干证。迄样代志是我家己亲身所知，我就是伫法庭上，我嘛欢喜来讲出来。即个意思叫做干证。咱有将这个词翻入来伫咱的圣经内面，一直到伫差不多年纪稍较大一撮的，咱这会友中间，咱了习惯咱咧用圣诗嘛，台语的圣诗嘛是安尼讲。我就要对这个所在来开始。我讲干证，咱今仔日甲翻做见证。伊第一个意思就是甲伊古典的意思有关系。这项代志是我亲身所体会，就是甲法律的面前要叫我做证，我嘛欢喜共款。我要强调，当我讲我要做见证的时，意思是这是我亲身所体会。嘉义教会，我读古早一个文献，有记一个人叫做陈有成。你若看较早的一寡文献若写嘉义教会，就是嘉义东门教会。嘉义差不多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才有嘉义西门教会，迄是嘉西是日本人教会。嘉西了后，才渐渐有嘉义百应教会，后来才有嘉义博爱教会，迄是林焕邦先生所奉献的。后来才有南门其他顶顶的教会出来。你若看较古早的文献，写嘉义教会一定是嘉义东门教会。在伫清朝的时阵开始就是安尼。讲嘉义东门教会古早，有一个会友叫陈有成，这人后来有去后山传道，去东部传道。这人伫台湾教会史有不止有名。伊少年时捌发生这样代志过。这代志是安尼。陈有成伫1880年12月16日受洗礼。咱来注意，陈有成受洗礼毋是幼儿洗，伊是信仰个别一教会，所以伊是14岁等于是成人的洗礼，一教会。有一摆，巴克利牧师就陈有成讲：有成咱来野外布道。去布道的时候，就甲陈有成讲：有成你做见证。陈有成就伫众人的面前，伫遐讲：
我未信耶稣以前是偌歹偌歹，总是当我信耶稣了，规个拢改观了，变到有够好的好啦。整个的即个野外报道会结束，我听你足袂明白，就甲陈友成讲，友成啊，你来者，伊甲问，你袂受你，我咧甲你洗礼时，你是未出社会的少年人，洗礼后过的生活嘛是规规矩矩，哪有可能像你头拄所见证安尼？陈友成安尼应巴结的牧师，讲巴牧师啊。世间人讲道理吼，都爱用编的啦。安尼才听起来吼，较有戏剧性，较趣味，人较听会落啦。巴牧师真严肃，甲陈友成讲这样事，这样代志我想伫迄个时阵对，伊到今仔日巴牧师也是对。巴牧师安尼讲，当咱讲咧做见证的时，迄意思是讲我亲身所体会事，无加一分，无减一分。就你对我性命会当为这样代志做证，袂见证，袂使有虚假成分，袂使用编的。到今仔日，咱回头咧看这样事，咱讲巴结咧巴牧师做一个足好的教师，甲咱台湾教会讲这样事。当咱讲我为主做见证的时，咱爱注意这样事。我迄见证的事，迄个内容是我亲身所体会，无加无减。我就是安尼。讲到陈友成，我就想到有一个小妹，叫做陈明镜，过去西丽姓廖的遐，所以历史文献拢记叫做廖陈明镜。廖陈明镜伫教会史嘛是不知处理，伫台湾史嘛不知处理的一个人，真有经验吼。伊捌为着骗过敏。毋知啥物人甲讲吼，我过敏食薰会好，不薰啊，我就真爱去食薰。做西丽教会长老，逐一敢食薰，都有兄弟姊妹安尼甲讲，讲廖长老啊，你安尼食薰敢好啊？对教会的形象足歹看。伊为着一句话，怎将薰改掉？好，有人改分改几步改袂起来，伊为了教会的形象，食薰甲改起来，食足久的薰改起来，那你足少年的毛病啦，伊毋知影哪份习惯，我毋知。嘛是为了有人甲讲，廖长老啊，你安尼部分人吼，做长老安尼够歹看啦，像呢分两个欠起来，省起来。因趣味的常事是，分两甲分改起来了后，去礼拜时，伊就当算。我若继续去食薰，我若继续去补薰啊，我即礼拜爱加偌济钱，爱着将遐个钱礼拜时摕去奉献的是奉献互教会，奉献了上帝。因为对伊来讲，这是实际的见证。我若毋是性情大开啦，我改变这个歹习惯，我无可能做即款的大改变。这个代志对我来讲是实是真的。伊就将若还阁食薰，还阁无平衡迄个钱，伫礼拜一个时献互迄个教会。82岁时，目睭头用要火去啊！爱着请迄个时阵一个南部一个足出名的一个长老，有人眼科医生，可能我讲出来细人知影，吴基福长老，讲吴长老你敢几目睭？我剩5分的目睭就好。我若还有5分的目睭。我就准备要来记主，若还有5分的目睭，我就准备要读圣经，互别人听。这长老真好业，有一个别号一个绰号，叫做金家母。了家带陈明镜，伊是安尼认真经营，对西丽买土地买甲屏东，迄是大好业。人叫伊金家母，你就通想讲，迄经营是偌厉害。毋过，我去咧找讲廖陈明镜的桌顶的菜单，真趣味。伊讲有一斗米若无金剑，就无一石米。食饭的时有鱼就毋通有肉，有肉就毋通有鱼。这是伊的坚持。我就是较好业，
我某一个所在爱站，注意，毋通随便。就是这么忝，毋过我咧查家己中会的证书，我是讲，即个领导真正无简单。等伊过身的是家己中会甲中会总的用意，毋是要拼通即个人，是要孝念即个人伫即个伊伫家己中会过程内面，伊真侪所在拢有伊的奉献，有伊疼心会分享伊的所在。人看出讲，伊伫遐有鱼都无肉，有肉都无鱼的时，伊无考虑教会需要偌济，我爱念起来，照常慷慨奉献上帝主人所需要的一切。讲了谈物件，可能咱毋知是啥物人，若讲因囝，一人拢知啦。因囝做廖文艺啊，廖文艺吼，这我想足侪人知影。咱会通知影，伫迄个年代，廖文艺做台湾独立运动的上早期的推动者，迄互伊的家庭是带来好定偌尔大痛苦。后来伊目睭青无看到囝，家己的查某囝，家己的孙仔，一人互掠互关。伊讲，伫即款的痛苦中间，独陪伴我过来的是信仰。信仰陪伴我即个老人行过即个死荫山道。伊即个人做真好的见证，伫咱的面前。第一，啥物做见证？咱所讲的，迄事实是咱所经验的。第二，我要讲见证，一定是咱欢喜用行为互知，毋单单是用嘴讲，欢喜伫我实际行动互看出来。你毋通看我徛伫遮安尼好势，我伫2002年的年底到2004年的年初，我因为死性肝炎去做肝老师，人即摆拢好去啦吼。毋过迄个时阵人非常的艰苦，迄中间因为第一期资料无好势，第二期搁做，资料好起来。毋过迄中间非常艰苦，人稀少到一个程度，阮厝的粪扫我看袂起来，阮厝的楼梯我无法度爬，所以我眠床下来1楼的楼，困到地板，无法度爬楼梯，日头规拢变色。我有通2-3年中间看日头，毋是一般的日头，规身躯冷超过10几年，靠中药慢慢恢复到这个状况。我今仔来遮，毋是要唱口条互大家听啦吼。我要讲，我即段期间，我感谢上帝，我体会到一寡兄弟姊妹的见证，因用行为表达出对兄弟姊妹的疼痛。我时间的原因，我分享3点多。头一个，阮石牌教会有一个登山队，安怎烧招拢去爬山。一摆招阮牧师娘做伙出去，乡民想着讲，张牧师毋是伫厝里，叫伊出，毋通求到厝里啦，你身体袂好啦，就招我出去，我就直对登山队去爬山。一摆咧爬山的时候，我毋知影我的情况。我红火球厝迄时会变个真低，若咧爬墘仔的时候，因为红火球低，我会带晕眩昏去，我毋知。爬迄墘爬到一半，边仔的人甲我讲哦，我金牧师，你怎身躯一直洗到晕落去啦？我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深坑，骹晕落去啊，后壁迄技术用双骹把我夹掉咧。事后，迄个技术甲我讲，张牧师你较差不多了。我大腿2边拢乌青2礼拜了。我要讲，这个登山队事后做一项代志，我真正去体会艰苦人中间就甲伊同齐艰苦。因即群人爬什么关山人一大堆，总是今仔日张德林牧师若是甲因做伙爬山，伊决定咱拢行平路。伫一个无法度行墘的人的兄弟的中间，咱一对伊莫爬墘。伫一个简单的咱行白路的兄弟姊妹中间，咱就教伊行白路。
你啥物人会证明咱是做真做啥物款人？我感觉伊毋是咧爬山尔，咧实践信仰。第二个，我伫我咧艰苦时，我真正感谢上帝，即段遐尼艰苦的时，我经验着足侪。对身体讲，我信仰的体验毋捌较遐尼深。一摆我接到一通美国卡来电话。哎，牧师，我毋是讲足熟，我捌伊捌我，但是毋是足熟。哎，牧师安尼甲我讲，伊牧师，我伫美国有听你的代志，有一个长老，伊遮有一间厝有咧用，你会当考虑无？来美国住，因为阮替你想，你伫台湾啊，加减减有人会打电话互你，甲你请安啊迄落，啊你着爱故事对头，讲到尾，讲一逝安尼，逐日着伫遐溜，你规腔来美国。莫互知你伫倒位，电话到牧师面倒，工厂毋免查啦，查经班的资料嘛毋免查，啥物拢毋免，专心来遮休困，休困较好才转去台湾。我伫迄时阵真正讲，我受疼痛到即款程度，啊，我甲大家讲，迄个长老到即阵啥物人我也毋知，这是我经验第二项，因见证欢喜有行为我来知。第三项。有一年，我完全拢参讲道，拢无接，专工伫厝，拢休困，看会较紧好无安尼。啊，我就这样说，就我咧甲治疗的医生吼，忽然间发现讲，我的肋部线吼，小可有较各样，就甲建议，开刀开咧啦，查甫人到尾啊，拢爱开一刀啦。趁你无代志倒找，规气开咧，我拄好开刀去带姨妈个病。阮查某囝读经理女中，高一叫伊带学校，我为什么？妈妈煮的饭比较好吃。我妈妈怎么煮懂呢？后来妈妈煮的饭比较好吃的，你等来。高二叫伊带学校，妈妈煮的饭比较好吃。高三拢袂使。啥人袂使咧？阮厝住天母啊！伊要学校吼，透早拢无数人起来，有当爱我起来，阮着爱甲载去甲营总遐有一站，后车有一站，对遐搁到迄个经理差不多1点钟，头尾算算爱1点半钟，一日往回爱3点钟。哇！你高三哪还搁一日往回3点钟吼？要安怎甲人考大学联考？所以高三你一定爱去甲人对接。伊讲好，要对接，一抽无啊。平时你无要去听这个事项，要听当然嘛无。无，阮牧师呢就安尼甲你去经理，甲你看，找无。讲你当然找无，迄平时落找啊，等要开学你再去找，当然你嘛找无。我倒伫马甲会变成，毋知要安怎。相信着我团体有一个青年，伊是经理教的，我就敲电话互因妈妈，我妈咪啊，我拄着即款代志。你会当甲斗想办法无？你斗甲会当隔一间房间，互我查某囝住1年无？即个姊妹第一句话就我安心，讲金牧师，我甲你讲，我先甲你印好，互你毋免烦恼。毋过，我想一个搁较好个，阮教会有一个长老，即摆搬去仁爱路，伊遮一间店总无人咧住。伊拢差不多拜5暝才转来，你查某囝甲拜5了，就转去甲厝啊。所以我来甲问看卖啊，看伊会当互恁查某囝住好即间厝。日是敲电话迄暗，我就接电话来叫我的牧师娘甲我查某囝，随时请紧用计程车用将伊棉被甲册柜拢载去。阮查某囝就安尼高三住伫中住1年。我讲，伫迄个极其苦痛时，我嘛特别去体会到上帝怜悯甲疼痛。这拢是一点欢喜做见证，欢喜伫实际行为中间，互你知影上帝今仔日要咧考款你，要听你。即款的人，做互你经验到。最后，我嘛要强调，当咱讲干净见证时，毋通袂记，伊个
伊的字根甲顺道遮马土斯迄字是相共字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有当时做见证是一项危险的事，可能会顺道的事。我记一个人做的吼，咱知马介马介咱知伊1872年第3月初9上淡水，9月2日，马介伊对伊对淡水经过艋舺经过咱上山去基隆，阮就是安尼写，经过上山去基隆，我毋知遮有啥物款路通对基隆去。讲马介先到艋舺，有人看到马介，哇，外国人传基督教，伊拢叫番仔教，有诶甲牵石头。我想甲讲者吼，马介去诶时边仔带一个助手，迄助手汉人助手是第一个。严清华，我想伊咧牵石头时，无一定拢牵到遐准啊，有诶嘛牵对严清华是无顶来。你要做见证嘛是真危险诶事啦。人买卖配水烂，有诶嘛会碰顶严清华是无顶来。就安尼对遐到上山上山爬山去，讲爬山去，佫去拄着贼仔要甲因抢。讲马介讲，我是牧师，啊遐人讲。奇怪，看到我牧师遐人我去走，我读文的，我讲这无法度解释，这上帝特别的怜悯。无你听到牧师，遐贼仔毋知啥物人是牧师啊。然后去到较悬的所在，讲有风也有雨，已经暗，想要转去淡水嘛无法度。头前嘛毋知要行偌远，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师，一个严清华，一个派行李的。半暝用公咧公去到基隆，到基隆伫遐啉过一两工，啉一两首诗伫一个庙的头前，然后因就伫群众的面前，伫庙的面前做见证。马介讲了，甲我头甲严清华讲，阿华，你做见证。有一个故事，严清华有一个故事嘛，甲这足活。严清华第一摆祈祷，嘛是马介叫伊祈祷。马介带严清华到一个房间内底，马介吐一个日头严清华吐一个日头较早的地面是像咱有瓦红土，个普通的土，规个个手规下伫日头顶头安尼祈祷。马介祈祷了，讲阿华换你。我看文献记载讲严清华头一摆祈祷，紧张到啥物程度呢？我伫天顶个。阿爸爬上帝，安尼一直到靠主耶稣的名阿明嘛，哪祈祷手哪拽，迄椅走到目睭金的时阵，走半间房间。迄摆是伫厝内迄摆是伊甲马介即摆马介讲见证了，讲阿华换你，一群人下骹手是摕石头准备要牵迄是一项危险的事我感谢上帝，北台湾第一篇的见证文是严清华讲的。伫迄个时阵，严清华是安尼讲，我读互大家听。阿妈摇头对一群受气的群众好胆领见证道理。伊讲：我是基督徒，我信真我上帝，我袂当拜鸟鼠就会当破坏的偶像。我心内即阵无惊吓，我爱耶稣，伊是我的救主，嘛是我的朋友。北台湾地片是伫当摕石头准备要牵的状况下面所讲的见证。见证是啥物？见证是亲身所体会。见证是欢喜用行为互人了解。见证嘛，像是伫危险的中间，爱真大勇气，才能体会甲明白。最后，我嘛要伫遮先煞讲起。这个严清华有一个小妹，叫严玉娘、严玉娘伊个迄个老母迄娘严玉娘嫁互五股坑陈辉平，有真侪囡仔，中间一个叫做陈英忠。陈英忠有一个查某囝叫做陈夏烈，夏天的夏，烈火的烈，陈夏烈。
咱下咧建和圣教会老建丁新德圣教会的第一个传道者。老建丁甲丹下咧有生几个囡仔，其中有2个，我想咱加减应该拢捌。头一个做老水鱼刘瑞义，伊的迄个画蚌也出来，笔名做野鸽子。早电视观宣言的时，伊教我讲过，新宿遮代志，常常看到伊的蚌甲。若老水鱼咱了毋捌，老水鱼一个哥哥叫做老水贤，老水贤有一个查某囝伫咱教会叫做刘立勋，拢看起来。我今仔日遮毋是咧甲大家讲教好，我是有当时我世界安怎走的时，我悠远看到迄个是咧做见证的人，因的家族到今仔日。要用诗歌、用言辞、用性命来做见证，甚至用蚌甲来做见证，我就归荣光上帝，感谢主。咱今仔日咱是这个台中团部的纪念主日，受派到伫咱中间，欢喜伫这所在用见证这个词，甲咱大家来思想上帝的话。咱知影这个新安广电视台。毋是真顺序，但是咱的教会也无放弃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我特别请大家，咱特别需要来帮助遮个行袂好势，行路安尼用要跋倒一款的旗鼓，迄水咱毋免去遐装它，总是嘛遐歹看，遐行袂稳的，咱来搭搭扶一个，倒扶一个，咱就倒扶一个，确定。我相信咱讲电视台有一个影片，咱简单来看，这是咱大家来祈祷。悲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伫即处的武汉的戏院，搁一摆互阮了解，做一个人伫你面前是偌尼微细。阮讲的坚强伫你面前是偌尼无真实。阮干一个细细的病毒，就互台湾，就互全世界拄着遮尔大事。我们恳求你赦免人类，阮常常低头看家己所应该看、所应该看的，帮助阮伫即个时阵学习谦卑，也互阮有智慧知要用甚物款的方法来互即个世界会当渐渐来得到好，互破病的人来得到医治。阮今仔日。台中传播组织特别要为这个机构来伫你的面前恳求，保守这团体会继续要开来做工，帮助你伫你面前安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大家来念诗，回应圣诗193首。
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下水。消息报告：今仔日大众传播中心纪念主日，礼拜陈德明牧师前来监督请安，多谢陈牧师请诚济关心奉献。奉献部分老错误，请用中立正正。抽干聚会甲研究性工，有访者请回嘛，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。那咱感谢今仔日陈牧师代表传播中心来伫遮甲咱讲道，咱嘛为着即个事工来奉献来祈祷。咱只是有几点补充报告。第一点就是咱若有透过迄个银行也是邮局迄个转奉献的兄弟姊妹，转奉献兄弟姊妹，请咱爱等差不多几工了后，咱才有做有去银行刷簿子了后，确定有收到奉献，会甲伊才会甲你回批吼。所以咱请咱的兄弟姊妹耐心等候。第二就是咱的姊妹亲手模这伊24月17号同主文调，所以可能会伫后礼拜来举行个别礼拜，但是因为即马疫情的缘故，所以就真简单的来举行。咱来为着伊遗作来祈祷。第三，今仔日是大众传播主日，所以只是有一段的影片，请咱做伙来关心。新安公电视台是伫2004年第49届总会通常议会通过来成立，也因为经营一个电视台是真烧钱的事业，伫资金无到位，阁欠缺谨慎的评估甲判断，一路行来，经营真无简单。结果就是业绩1亿3000万的债务。面对传播基金会高额的负债，第7届新任的董事长认为上界重要的就是开源节流，所以董事会有决议，首先要做到节流。将组织人事来减少，主要分做2个部分。第一是董事会缩编，第二是人事的缩编。经过全面的评估，甲沉重的心情，有大规模资遣差不多70人。第三是清点资产，将办公室退租来节省租金的负担。第四是甲银行协调，争取利息降低。我想，大众传播一开始想一个真简单的目的，其实嘛是要来讲耶稣的大使命嘛，互恁带去普天的传福音。过去的传福音可能伫巴迄个牧师的时代，就是用文字，用文字来教育，即个台湾的人特别用罗马字，所以你也看讲，台湾副社部内底咧讲要透过这份报纸来互人捌世界的代志，迄个对文字今仔日已经进入到伫所谓的
电子媒体，即种要传福音的方式都已经咧改变啦。哦，咱有啥物节目，你随时想要看，你就会使点入去看。不管是对 YouTube， 还是讲咱家己有一个专门的新眼光的频道，你要看直播的，哦，你可能就是伫迄个直播的频道顶头去看。你要看所谓的过去的节目的，你就可能走去 YouTube 找，也是伫迄个新眼光电视台家己的平台内底去找。我想讲，应该用即种的方向去走。我就感觉讲，长老教会的有一寡青年囡仔，甚至有一寡大人对家己教会的认同，渐渐有减去。教会历史若假使讲会当一再更新去讲，也是学出一寡新的物件来讲，对教会对一寡个人绝对拢有帮助。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我想咱上要紧就是对教会团体、教会，若是有软请，咱会当帮忙，爱尽量帮忙。我想这个代志，毋是干那一个个人的代志来听，是一个整体教会宣告真要紧的工作。伊的困难，咱应当爱支持、爱关心，因为圣经里面讲，咱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咱一定爱大家共同结合。过去的困难，过去侪难处，咱共同来思考解决。共同的心智，共同的拍拼，就会创造新的教会和福音，在这个时代会当推广。虽然过去咱骹无踏无安，有踢到石头啊，甚至跋倒，但是咱会阁爬起来，所以毋茫大家人会使继续伫这个团保基金会奉献组织的时，继续来。支持这个媒体宣告，请咱大家来期待一个新的开始，并且继续关心大道甲奉献。愿咱的新眼光网络媒体的光，继续伫这黑暗不安的世代为主发光，永远袂花去。是，互咱为着即个时间来祈祷来奉献。咱伫顶礼拜过偌济，咱的教会嘛有用如共款的方式去传福音，就是透过詹宜佳老师所制作的一支的影片，咱徛伫街头，伫遐抓牌仔，互所有人会当来扫即个 QR code 来看即个影片。所以这是有几张的相片，咱做伙来看咱顶礼拜即寡兄弟姊妹因来服侍。互咱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拢总有5个地点，互咱拢总伫遐抓牌仔，做安尼牌仔，互人做伙会当来扫即个 QR code， 然后因扫完即个 QR code 了后，会当伫暗时来到咱教会门下口即个浪人食堂来换饮料，也是换即个甜点。所以虽然伫即个时代咱无法度就是甲人讲话，也是摕物件互人，总是透过安尼的扫的方式，嘛有真侪人因会当来接触福音。所以咱嘛有透过咱的传互兄弟姊妹，嘛毋茫讲咱嘛会当透过即个影片吼，嘛会当介绍互咱的朋友。或者是咱的囡仔，你看较细汉的囡仔嘛，举一支遐尼大的牌仔伫遐吼，所以真古锥。吼，无论是大人、囡仔，咱拢会当透过这个方式来传福音。吼，所以毋茫讲咱伫无共款的时期，咱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，吼，会当来为主来传扬。或者是暗时伫咱的教会门口的情形。所以伫迄天，吼，拢总有即个礼拜拢总有84位的民众吼，透过即个即个影片，看即个影片来接触福音，互咱嘛有真侪的兄弟姊妹吼伫遮来服侍，所以咱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的关心吼甲带导。毋茫今年真无共款过偌济，但是上帝所带来，耶稣所带来的稳定甲平安，嘛永远会当伫咱的内心，嘛伫咱所关怀的朋友的内心。好，即时咱嘛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好，咱嘛为着拄失去亲人，吼，秀娥姐的家族来祈祷。我想伫2个月内失去爸爸甲妈妈，吼，这对因的家族来讲，内心是真大的悲伤。互咱恳求主会当安慰扶持。咱嘛为着伫带院的兄弟姊妹，淑云姐
邓如玉，邓张如玉，邓妈妈，伊就是中风，咱孔刘主会当帮赞。伊即马伫普通病房，咱孔刘主会当扶持。为着陈太洪兄，这是燕营技术娘的爸爸，伊即时嘛伫加护病房，咱孔刘主帮赞。为着建宏兄来祈祷。咱为着你处理疗养的国娇姐，这是异乡长老的妈妈，庆和兄、敏娟姐、水bình兄、慧玲姐、台基农长老伊丽、春文兄、方梅姐、志金姐，咱为着志金姐的喙齿疼来祈祷，恳求主来帮赞，嘛为着明理姐、秀霞姐、李霞姐、龚基姐、阿淑姐、桂子姐、细bình兄、富美姐、阿菊姐、阿秀姐，阿秀姐这是齐烈兄的妈妈，为着郭元兄、东龙兄、李雀老师家属姐来祈祷，嘛为着今仔日咱所听见的大众团国中心因的需要来祈祷，嘛为着即个疫情会当紧紧煞，来祈祷，恳求主领领世界各国，也领领咱的台湾，咱嘛恳求主会当紧紧，互即个药啊会当互发明出来，会当解救咱。咱为着咱的机体，为着咱的机构的需要，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全世界的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透过你今仔日的话，甲阮讲，阮就爱去传福音，阮就爱做见证。主啊，感谢你伫阮生命中间所想事逐项的问题，阮相信这拢是你爱阮去用嘴传出去的。主恳求你帮赞，互阮兄弟姊妹，虽然伫即个真艰苦的时代，总是互阮会当来算小你伫阮身躯顶的问题，也透过阮的嘴，透过阮的方式。互四周围的人知影，主你伫阮的心中有遐尼大的问题甲疼，主恳求你使用阮，就亲像你当时使用这使徒共款，恳求主你帮赞。阮也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，主阮看见阮的世界现在伫遐尼啊可怜的状况的中间，主阮恳求你的怜悯，阮恳求你的看顾，我知影是阮犯罪。主总是恳求你，你是怜悯的主，就恳求你手赐互阮，会当有悔改的心，互阮会当转来到你的面头前，超找你的怜悯。主帮助互阮这段期间，互阮会当安静心，互阮知影，阮怎样会当伫主你的面前来得到一个灵心，来得到下罪的心。主恳求你帮助怜悯阮，也怜悯。伫世界遮会受苦的人，主啊看见伫世界各国因受极大的痛苦，主啊恳求你的帮赞，来透过第一线的医疗人员、遮个防疫的人员，主遮个医生、遮个护士、遮个科学家、医学家，因的努力，主恳求你透过因的努力来
灵敏阮、帮助阮，互阮紧紧来找着解药啊！主恳求你帮助，互即个疫情会当伫即个世界紧紧来煞帮助阮，主恳求你怜悯。阮也为着阮的教会的肢体来祈祷，我为着伫病院疗养，拄啊经过手术的苏俊杰祈祷，恳求你帮助，会紧紧来恢复。也为着邓妈妈来祈祷，恳求你也怜悯伊，互伊中风的身躯会当紧紧来活动起来。主要为着太洪兄、敬洪兄来祈祷，拢帮助因，也互因的家族会当伫主你的面前继续仰望你，继续祈祷。主，因阮若要为着你处理疗养的遮兄弟姊妹祈祷，恳求你帮助，也帮助因厝内的人，互因有气力来照顾遮个患病受苦的人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失去亲人的小毛这个家族来祈祷，恳求你怜悯帮助，享受因对你来安慰。主，恳求你来扶持，特别伫即个期间，遮个个别礼拜拢会真简单来结束，但是互兄弟姊妹为因祈祷的心无改变。主，恳求你怜悯帮助阮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也伫即个期间，阮兄弟姊妹有真侪无法度来到你的面前的，总是互阮的心拢无累积，互阮的心会当臃肿起来，互阮会当精神起来，互阮知影主你爱阮是真心诚实的敬拜祈祷。所以阮无论伫逐所在，只要阮的敬拜拢是合伫主你所欢喜的。恳求主你看顾阮，保守阮，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这是以来天师，庆师300杯酒，庆师300杯酒是平时要请人做差不多。信心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的无尽。阿门。